有議員問起台北市這營養午餐噴的問題，台北市教育局長說講會當甲這食春的和弱勢團體交流，引起討論。民進黨呢，台北市長的參選人辛碧陽是認為講，甲這食春的物件，和弱勢團體聽起來是無啥妥當。那市長蔣萬安也強調講，袂安尼先做，教育局也不會回報相關的規劃。有菜有肉，營養平均，學生真歡喜伫咧食營養午餐。為了要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台北市公私立各中小營養午餐自9月開始全部攏免費。議員這陣時陣關心，即馬營養午餐食出的分量，逐工攏有4、5檔，支付要安怎處理？教育局長安尼回答。那像我們有一些剩食是不是有相關的一些弱勢單位可以來做一些交流？那之前我們曾經有問過，像食物銀行，那食物銀行因為它的處理是要先提供，不是說你就是有剩余的部分，哇，這個聽起來不大對。你現在剩下的是廚餘啊，因為是拿去給弱勢團體，拿去給食物銀行，這個所以你剛剛你說有關係。這個把廚餘給這一個弱勢團體這個聽起來是一個非常不恰當的發言。食物銀行收關政物資時陣有4個原則，無開過，標示完整，有效期也有1個月以上，會當放佇咧上分保存。議員質疑食物銀行是收無料理過的食材，不是學生食剩的噴。市長蔣萬安強調，袂安尼去做。教育局會說明不會這樣做。針對處理議題部分，教育局在此澄清：首先，學生以取餐或食用後的廚餘，絕對不可能，也不會再提供給任何人食用。教育局講，食剩的噴要安怎處理，已經伫7月31日，甲處理指引和文化各級學校開校之前會辦相關說明會，開校了也會用多元模式減少噴的量。記者綜合報道。